上新推出的电视剧《俗女养生记》，呈现台湾特殊的文化甲在地生活，真趣味、真深色，引起着共鸣，真受观众的喜爱。第一集播出，收视率就来破1个集，剧组是举办着庆功宴。 花市总经理曾宏嘉庆祝新戏《俗女养生记》周日播出首集，收视达到1.04，加剧组热烈举办庆功宴。很开心，然后我也松一口气，这算是一个比较新型的喜剧，然后观众还蛮能够接受。 《俗女养生记》是描述金马影后谢盈萱所主演的女主角陈嘉玲，原本生活无问题，有工作，也阁有稳定的交往对象。不过，伊所发现家己根本就无法度好好做一个俗女。我就是无路用的人，互你失望啊，歹势。 经历工作历练，厝内人冲突甲社会观念的冲撞，体认着家己其实适合做一个俗女。女主角伊的演技真正是真自然，剧中有真侪道具的场景，嘛互观众想到囡仔时代的回忆，也阁有大家媳妇煮饭的时候咧跳第二舞，嘛互观众感觉真好笑。收视率如果到1.5的话，我跟严导就跳一个出游之舞，觉得真的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勾动我们以前那年代的一个记忆哦。那我们这个严导跟我们的陈导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演员，表现非常优异。这剧情深受观众喜爱，尤其是引起女性的感动。山内陈嘉玲到底安怎活出自我，嘛互观众真期待。